2003年2月21號，就好似香港京華國際酒店每一個平凡嘅夜晚一樣，大堂逼滿咗遊客同商務人士。一位啱啱過完關嘅醫生行咗入隔 lift，準備返去佢喺9樓嘅房間。佢覺得有啲唔舒服，可能只係普通感冒或者有少少發燒。當 lift 門閂埋嗰陣，佢對自己隻手輕輕咁樣咳咗一下，撳咗 lift 掣，然後沿住鋪滿地氈嘅走廊行去911號房間。呢個係一個極之平淡嘅瞬間，酒店員工同其他住客早就見怪不怪，但係喺短短幾個鐘之內，殘留喺走廊入邊嗰啲肉眼睇唔到嘅微小粒子，將會突然引發一場全球嘅連鎖反應。病毒會傳染俾同層嘅其他住客，之後呢啲住客會執好行李，搭車去機場，然後登上飛往多倫多、新加坡同河內嘅民航客機，要將一場災難性嘅全球大爆發追溯返去最初嘅一聲咳嗽，係一個史無前例嘅難題。佢令到調查人員陷入咗長達幾個月嘅調查，直到最後佢哋發現咗一種獨特嘅現象，一種喺當時病毒學界完全未知嘅現象，令到呢種疾病能夠以神秘又得人驚嘅方式去傳播。即使係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毒嘅足跡都絕對唔會無跡可尋。醫院、機場同邊境管制站通常都會收集到足夠嘅數據，引導調查人員揾返個源頭。透過將搜索範圍有系統咁樣縮窄到感染人數最多嘅國家同城市，流行病學家就可以開始審視當中嘅細節。病毒自然係由人傳人咁樣向外擴散，所以當疫情喺一個小鎮開始爆發嗰陣，佢會形成一個好明顯可以預測嘅模式。佢會慢慢咁樣擴散開去，由屋企人傳染俾同事，同事再傳染俾隔離鄰舍。如果受感染嘅人去咗附近嘅城市，就會形成咗一幅稍為唔同嘅感染地圖，但係人同人之間嘅聯繫依然好清晰。喺一場好早就被撲滅嘅小型簡單爆發入邊，呢啲感染模式通常都會直指向一個好明顯嘅源頭，例如一個特定嘅街市、一口共用嘅水井或者一間餐廳。但係當一種疾病喺同一時間傳播到多個國家嘅時候，呢啲感染模式就會開始混埋一齊，變成一堆亂局。除此之外，病毒仲會被牽引到全球嘅交通樞紐，好似國際機場或者高鐵站咁，龐大嘅人流會助長疫情指數級增長。咁樣會令到一啲遙遠嘅城市望落去比起疾病真正嘅發源地受創得更加嚴重，感染人數仲多。如果標準嘅醫學會面揾唔出一個明顯嘅源頭，調查人員就會將目光轉向數碼數據、碌卡記錄、酒店預訂、護照掃描，仲有手機基站嘅定位信號。透過分析呢啲數據，再對比病患嘅時間表，調查人員就可以砌出一幅圖畫，睇下邊啲地區最先開始爆發感染。呢個做法唔會即刻可以俾到一個絕對嘅結果，但可以幫佢哋一步步走近可能嘅源頭。但係如果一場爆發完全打破晒呢啲規律，又會點嘅呢？其實高速嘅全球傳播並唔係完全罕見。事實上，喺2003年前幾十年入邊，季節性流感經常都會跨越國界，啲人成日都會打破隔離規矩，喺病症變嚴重之前周圍飛。但係呢啲爆發幾乎每次都會慢慢消退，或者俾當地嘅醫生控制得住。咁點解今次呢個特定事件可以喺短短幾個鐘之內，由一個病患乘客演變成一個全球危機呢？當調查人員順住數碼足跡追查到香港京華國際酒店嗰陣，佢哋發現咗一啲好唔對路嘅嘢。有大量嘅國際旅客竟然喺同一個夜晚一齊發病。正常嚟講，好似呢種病毒，如果冇直接嘅接觸，係好難傳染俾人嘅。但係呢間酒店住滿咗出出入入嘅旅客，不斷開門閂門，仲喺密閉嘅走廊度行嚟行去。調查人員喺酒店嘅9樓測試咗環境線索，佢哋喺地氈、lift 掣同牆身上面採樣，結果發現病毒好容易喺呢啲表面存活，留低咗一連串嘅感染種子，而呢啲感染好快就登上咗國際航班。不過呢種病毒真正嘅恐怖之處，直至到幾個星期之後先至被完全理解。當時病毒侵襲淘大花園，幾百個居民以不可思議嘅速度受到感染，單靠普通嘅人傳人根本解釋唔到呢件事。為咗搞清楚病毒點解會傳播得咁勁，調查人員用咗先進嘅計算流體力學去模擬屋苑嘅喉管同氣流，結果令人震驚。
無疑證明咗病毒係透過大廈嘅排污渠傳播。當抽氣扇開動嗰陣，帶有病毒嘅氣溶膠就會由喉管嗰度被抽出嚟，然後順住風勢直接吹去隔離嗰幾棟大廈。空氣本身已經變成咗一個超級傳播媒介，但係調查並冇喺香港止步。喺酒店咳嗰位醫生同埋環數屋苑嘅病毒，呢啲通通都只係引爆疫情嘅催化劑。要揾出真正嘅0號病人，調查人員必須將時間線再推前啲。佢哋追蹤返嗰位醫生嚟香港之前嘅行蹤，跟住醫療數據跨越邊境，返到中國內地。佢哋逐層逐層咁樣翻查返幾個月前嘅醫院記錄，尋找嗰啲被忽略或者被誤判嘅奇怪異常現象。最後佢哋揾到啦。喺全球恐慌爆發嘅幾個月前，即係2002年11月16號，喺廣東佛山有一個病人病得好嚴重。當時當地嘅醫生只係診斷佢患上普通肺炎，佢哋完全冇諗過自己面對緊嘅其實係一種全新極具傳染性嘅疾病。佢先至係真正嘅0號病人，喺呢場疫情入邊第一個已知嘅人類病例。但係點解要花幾個月時間追蹤數以百萬計嘅數碼足跡，就係為咗揾一個人出嚟呢？揾出0號病人從來都唔係為咗追究責任。引發疫情嘅人幾乎每次都係無辜嘅受害者，完全唔知道自己身上面帶住巨大嘅威脅。相反，揾佢哋出嚟係為咗取得呢種疾病嘅基因密碼。當科學家終於鎖定到佛山嗰個最初嘅病例嗰陣，佢哋就可以搞清楚病毒到底係由邊度傳嚟嘅。呢個線索將佢哋引導去到廣東省當地嘅活家禽野生動物市場，嗰度有大量嘅野味交易。透過分析生物學證據，病毒學家最終追溯去到終極源頭，住喺偏遠洞穴入邊嘅蝙蝠群。呢啲蝙蝠天生就帶有呢種病毒，但係自己唔會發病。不過病毒並冇直接由蝙蝠跳落去0號病人身上，佢需要一個中間踏腳石。當受感染嘅蝙蝠同果子狸嘅棲息地有交集嗰陣，而果子狸後來又被帶入去人口密集、人流極高嘅野生動物市場，病毒就揾到咗完美嘅變異條件。佢適應咗去購買動物嘅人類嘅呼吸道，從而引發咗一場毀滅性嘅傳染病。揾到0號病人就等同於揾到解開成條生物學鎖鏈嘅鎖匙。佢俾咗科學家所需要嘅基因藍圖，等佢哋可以了解病原體嘅機制，研發疫苗，最後徹底切斷感染鏈。呢場得人驚嘅全球大搜捕係一次極大嘅警世鐘，佢推動咗全球實施全新嘅安全升級，由更換醫院舊嘅通風系統，到實施數碼接觸者追蹤，再喺機場安裝紅外線體溫探測儀。所有呢一切都係為咗喺下一次疫情登上飛機之前將佢截擊。多謝收睇。